成功行咗50萬步，瘦咗超過10公斤。1萬步可以帶邊度 ？Let's go！ 我要強調，我冇做運動啊，飲食係有少少節制嘅，但係以下都係我呢2個月有食過嘅嘢。都未算好節制啩，但由於咧係好多留言都話我夠行1萬步啦，唔見我瘦。今日呢條50萬步嘅慶祝片，想解答下呢條問題。其實重點都係要做一個熱量缺口，即係食少啲，喐多啲。所以先了解自己一日要食幾多卡路里先，然後打個8折。唔好以為好多喎，其實食小劈醬啊，將護絲當飯啊，飲少杯手搖啊，已經幾百卡路里噶啦。講完食，講下行，個個行1萬步可以消耗嘅卡路里都唔一樣嘅。好似我呢啲肥仔，我行1萬步啊，一定係比起瘦嘅人消耗得更加多卡路里，因為我負重更加多啊嘛。聽落好似好着數咁，但係肥仔行路又相對辛苦啲咯。By the way，你點行1萬步都有唔同嘅消耗量啊！喺屋企執屋、慢步、快步、跑步都唔一樣。我專登去行1萬步，會比起你全日累積碎步行1萬步消耗得更加多。加上我有時候又會行樓梯、斜路，咁計1萬步真係可以消耗200-300卡。咁埋單一日做500至700卡嘅熱量缺口，真係不是夢咯。如果你一向都唔運動，老實講啊，你是但喐下都瘦噶啦。但係如果你運動開嘅，又已經瘦到得翻60公斤，我唔係好睇到1萬步散步可以點樣幫到你瘦到更加多咯。嗱，我諗住減到80公斤嘅，有冇一齊行先？改部 wing 咁行咗1萬步啦，一齊再行過啦，拜拜。